选举要到国安基地嘛引起关注。民进党立委赵天麟话，因的对象是中国人，风声讲这个女性有加入统战组织。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嘛传出甲查某去饭店影片，这两案检调拢已经在调查。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，代志查清楚进前，唔通风声放影。另外，昨有中国的山东舰通过巴士海峡，有一只无人机顺时钟驶台湾。 外团民进党立委赵天麟偷摄新闻的对象，捌入去中国统战组织，互人质疑有强谍疑虑。高检署已经分他一案调查。另外，网络底流传好亲像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甲女性入去饭店的影片。郑文灿已经提告相关面册专业。行政院长陈建仁也呼吁外界唔通过乌白风声放映。希望这件事情呢，能尽快的来厘清这个真相哈。我也在这里呼吁呢，少部分的这个人士呢，不必要在真相调查清楚之前呢，再做其他的影射。最近一直有传出国安疑虑，中国对台也持续用2手策略。国防部26公布迄天，强军山东舰穿过巴士海峡，进入西太平洋的监控相片。26至27、24点钟内，佫查到35架强机、15架强舰伫台海周边活动，其中23台强机佫穿过海峡中线。值得关心的是，一台 BZK-055 版的死神无人机，佫向正手边射台湾一轮。共军扰台，或者是所谓的经济制裁，甚至是以商逼政。 这样的方式只是把这个两岸的关系、人民的关系越推越远啦。个人觉得大陆也是在做一点步步进逼，已经改变现状了。他已经正在改变现状。我想共军扰台已经变成日常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要战战兢兢、小心看待。除了军事施加压力。 中国佫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法，用刑法限缩言论自由，对象包括香港、澳门人士、台湾，原来互人点名纳入，显示中国对台湾的统战2年攻势不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